大家要記住啊，花嘅哚哚一定要對住自己，咁啲錢咧先至會流落嚟俾自己嘅。水晶用完，禮手就劈喺度，唔怪得水晶幫唔到你啦。嗱，水晶係需要消磁淨化同埋充電嘅。嗱，如果咧你想要知道點樣做咧，睇翻我幾千條片啦，佢會幫到你嘅。好啦，嗱過年咧，亦都有啲 fans 問我 Peter Sir，嗱你又識呢啲能量啊、風水啊，講下嗱，如果過年我哋擺啲咩花可以令我哋自己好運咧？嗱，一般咧嗱，中國傳統就桃花、桔樹、水仙、富貴竹。好啦，嗱 Peter Sir 咧就講下我嘅經驗啦。我中意擺蘭花喎，大家知唔知啊？蘭花咧係屬木，可以咧催財，就係擴展，係令到自己好運嚇。一定要紫色喎。咁好啦，咁啊擺咩支數係會有好咧？嗱，大家要記14689，因為佢係吉數。咁點擺咧？嗱，無論你係做生意或者打工都好。嗱，如果你喺屋企擺屋企嘅廳、客廳係啦，嗰個飯台度。咁啊，大家都會望住佢啦，記得喎，佢有啲哚哚嘅喎，係咪？就望，大家都可以望到。咁好啦，如果你話我係做生意嘅，擺 reception 咯，對住啲客咯，或者我前面都有個收銀機喎，亦都要下嗰啲哚哚，咁啊對住個收銀機意會着佢送啲能量俾你啊嘛。好啦，嗱，如果你話想再勁啲、強啲咧，嗱，咁啊旁邊擺個咧，嗱，譬如隨我今年嗱。馬上有錢聚寶盆，包你發個豬頭。咁啊，最後咧，Peter Sir想奉獻講一句啦，你千祈唔好慳就話，咦，Peter Sir，我好正，我擺咗啲假嘅蘭花，又唔使清潔，又唔使抹，千祈唔好話假嘅蘭花冇生氣啊，會招來一啲爛桃花喎。所以大家記住啦，過年咧你可以整翻棵呢個靚嘅蘭花，我自己中意就咩咧？蝴蝶蘭。